总统赖清德伫就职演说讲，只要有政府劳保就袂倒哦。劳团今仔是建议政府得爱加扣财团甲好野人的税，来稳定劳保的财源。劳团嘛强调讲，伊嘛会继续来监督政府实际半补劳保的状况。波补就像是补胎一样，但是劳工是不是要新轮胎？新轮胎就请大家，请我们的总统、行政院长去跟我们的资本家收税。这个劳工团体伫行政院头前演出行动局，讲劳保改革这台车，若想要永远驶落去，要有稳定财源。政府当年拨补1200亿予劳保，以持财务平衡。但是劳工团体讲，若要确保财源通予劳保永续发展，建议政府对财团、好野人爱加扣税。我国2003年租税负担率仅约为14.6%。那即使我们不跟这个欧美先进国家比较，在亚洲国家当中，相较于韩国2021年的22.1%租税负担率也是非常低的。那因此我们这边认为，我国政府完全有增加财团及富人税收的空间。劳团指出，那政府因为拨补劳保影响医疗等较等等资源的预算，受害的也是辛劳阶层的人。因认为向财团、好野人加扣税，劳保才通永续经营。何时拨补兑现承诺？同一天，专告总也参国会三大党的立委针对公告人员的退抚基金问题召开记者会。专告总指出，根据政府的精算，政府当年至少要拨补317亿到退抚基金，连续10年才通补欠扣。去年的一个陈建仁内阁非常可惜，最后只拨了各50亿，也就100亿，不到1/3。所以在今年的预算，据我们了解，送出去的已经把去年我们本来应该要317亿，结果大概只总共拨补了100亿，把这200多亿的一个去年的缺口跟今年的317亿整个加进来。专告总呼吁行政院长到英台要按照精算结果同年拨补，也要继续参调立委记者关心监督施行状况。关心劳保的劳工团体是讲，即马台湾少子化，青年薪水成长状况也无好。若劳保问题无解决，未来负担就会跌伫即寡少年人身上。呼吁政府要赶紧提出解决方案。记者郭文玲由开口编辑台北报道。